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8月3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出埃及记32章15节到35节，雅各书第1章第9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试探。真侪基督徒足爱讲上帝无试探人，但是上帝互人试炼，或者是讲试验人。但是咱知影，这个字原文甲英语的翻译拢是同一字，叫做 test。咱拢咧接受考验。无了是因为咱会当真严格来分类，对上帝来叫做试验，对撒旦来叫做试探。但是基本上伫信仰的态度顶悬是相同的，咱必须会当赢过，才会考验，甚至咱讲游戏。以色列人伫西奈山骹，因为离袂开甲埃及偶像敬拜的文化，佮因为等袂赴摩西久久无落山，就入伫迄个试探内底。出埃及记32章15节到35节的记载，摩西越转身落山。手摕两块双面有写字的石板，石板是上帝做的，界名是上帝写的，刻伫石板。约书亚一个听到人民喧哗的声，就对摩西讲：伫营内有3台的声。摩西讲：这毋是太阳欢呼的声，嘛毋是太师哀叫的声。我听到的是唱歌的声。摩西行近营地，看到金牛仔，佮看到人在跳舞，就非常生气，将手里刻的两块石板ฮ็落山骹，石板碎去，伊佮将因住的牛仔上用火烧。凝做粉，也伫水面叫以色列人啉。摩西甲阿伦讲：这个人民是甲你安怎？你竟然互因犯遮大的罪？阿伦讲：我的主啊，请你莫遐尼受气。你知，这个人民决心做歹。因对我讲：你着甲阮做一个神明，通甲阮带路。因为迄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什么款代志。我甲因讲，所有的金仔拢放落来互我。我甲金仔ฮ็落火里，即只牛仔就出现。摩西看到人民放纵阿伦，搁出在因。直到因受到对着天笑，就徛伫营地门口讲：要徛上主这边的，就来我遮。利未人就拢聚集伫伊遐。伊对利未人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逐个人摇着插刀，对这个门到迄个门。顺时转营，杀死兄弟、厝边甲朋友。利未人就照摩西的话做，迄日人民受杀死，大约有3000人。摩西讲：恁将家己奉献互上主，逐个人攻击家己的囝甲兄弟，今日上主会赐福恁。隔日摩西对人民讲：恁有犯同罪，现在我要上去上主遐检查，会当替恁赎罪。摩西就转去上主遐讲：这个人民犯同罪，为着家己做金的神像，但恳求你赦免因的罪。你若毋求你对你的记录一切，甲我的名撤销。
上主就对摩西讲：你什么人得罪我，我就对我一切撤销伊的命。当你着带这个人民出去，我甲你指示的所在，我的使者要甲你带路。毋久到伫我审判的日，我要办因的罪。上帝降灾会互人民，因为因甲亚伦做伙做金牛啊。无论生活是怎样，其实咱拢咧面对试炼甲试探，所以基督徒都爱得靠主来得胜。上帝捌应允以色列人，因未得到甲埃及人同款的瘟疫。但是顶面的经文却甲咱讲，上帝伫以色列人的中间降了瘟疫，迄是因为因无遵行上帝的诫命甲旨意，佮受到试探来做金牛拜偶像。雅各书第1章第9节、96节安尼讲：善者兄弟姊妹得到上帝的提升，着欢喜；不有的人受上帝的降价，嘛着欢喜。不有的人会亲像草花谢去，日头一个出，小风一个吹，草打去，火熄去，伊的水就消失。不有的人嘛是安尼，会伫无闲奔波的中间消失。忍受试炼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伊有经过考验，为领受上帝应允互伊听伊的人的活命的花冠。人受着引诱的时，毋通讲我互上帝引诱，因为上帝袂受邪恶诱惑，家己嘛袂诱惑人。人受引诱，是互家己的欲望引诱陷害。欲望怀孕就生出罪恶，罪恶生息就产生死亡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上帝无试探人，是对这个经文来。但是咱爱知，咱必须爱有正确的生命态度，才会当赢过所面对的试探。诗篇15篇，上主啊，什么款人会住伫你的布片？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无用喙齿中伤人，也无陷害朋友，无四界造谣诽谤厝边。伊的目睭藐视最歹的人，毋过尊重敬畏上主的人。伊咒诅虽然家己吃亏，嘛无改变。伊钱借人，毋是为着利息。伊无受报劳陷害无辜的人，做这款代志的人会永远徛在。恳求主帮助阮面对试炼、试验、试探的时，有主的能力同在，愿意靠主来赢过一切的试验、试探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